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的晚上能够在同一时间，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8点半之间，我们能够一起透过神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等候耶和华，我要听好耶和华。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时时刻刻等候神的差派。我们的生命有许多时候靠自己，我们不晓得我们该走往哪里去。但是当我们在安静的里面学习等候耶和华，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要从神那边得到那个生命应该有的地位。弟兄的帮助咱看这会来听好耶和华。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宝座前，通伫人面稳定到我耶。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高米等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伫早时学落伊的慈爱，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管带，伫伊面前摆列一切，我的帮赞是对伊来。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高米等天光，伊暗时称赞伊信实，伊早时学落伊的慈爱，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咱的生命的照看是咱的主，是咱的主，将对咱生命的关怀甲坚定。咱得学习将咱一切生命中需要甲帮助来超出伊的心意，来到伊的面头前，咱来应主求。主，你是阮的帮助，我要搁一摆应主你恳求。求上帝，你将做阮生命的照看，将做阮的拯救，也将做阮生命中要紧的帮助甲关怀。主啊，阮伫你的面头前摆咧阮的生命一切，阮相信阮的帮助是对你来。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管带，伫伊面前摆列一切，帮赞是对伊来。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伫早时学落伊的慈爱。感谢咱的主，互咱伫听候的中间来超找伊，嘛互咱的生命是对伊的话语来得到生命中的智慧甲帮助。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书第25章第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圣经的话这样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圣经节，在圣经里面，耶稣再一次做的比喻，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其实当人子登进主的夜应邀来宾，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其实光这句话，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奇怪哦。那什么是耶稣？我们说这个人子代表的是耶稣，而且这个人子只有主耶稣基督他配得可以这样称呼。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人子，实际上是主在他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特有的名称啦。你可以这样解释。那这个国呢，这个国上帝的国度里呢，是代表着是说将来是要交给父神的，而且呢是上帝的国。所以呢，主在他的国度当中所特有的一个名称啦，人子。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里面会有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4节提到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了父上帝。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解说，这个人子在他的荣耀里，人子在他的荣耀里，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一个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切都是属主的，而且呢，这个国，这个上帝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要交给主的，而且要交给主来亲自来看待我们如何跟耶稣基督做一个好像怎么讲，好像是一个比对一样我用人在看的叫做比对啦那我们从圣经里面说，在后末期到了，就是末日到了，那时候基督也就是主，就会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都毁灭了，而且就把这个国交给了父上帝。好像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很多的人的目的都是因着主，因着耶稣基督在生活，在生存的。你可以用这种角度概念去想，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要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耶稣当有一天如果他重新把这些一切的执政掌权的、有能力的都要毁灭的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交账的，那今天圣经节里面25章的第31节里面，他提到说要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这个荣耀的宝座，其实在本段经文当中其实有明显的记载，这个主坐在宝座
是为着要做什么？要审判的。所以主坐在宝座上，我们时常说，主啊，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要把我的生命里面那最主要的那个宝座要做什么？那个宝座要让主亲自入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可是这个生命的宝座，你是放你自己，还是放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宝座你的生命的宝座是放耶稣基督，还是放你自己？如果你那是放你自己，那你的生命里面是没有主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是靠你自己在判断是非了。简单这样讲。那如果你的生命是有主进到你的生命的宝座的时候，实际上它会有一种叫做有一种好像查核、查实、查验你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是有主在你的生命的宝座里面的时候，你把你这个主权简单讲就是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那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的查验动作是由主的标准来查验你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主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宝座上，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单单用一个主坐在宝座上，主啊，求你坐在你的宝座上啊，我求这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不是一种好像在看连续剧里面那个王让他去坐在他的位置上，我觉得不单单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在彼得前书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里面有谈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者是恶来受报应。意思就是说，当咱人有一日咱拢爱在耶稣基督的面头前来登头对面。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活着，咱现在要活的咱的生命的宝座是交给主、交给上帝、交给耶稣基督来亲自来做一个查实，到底你的生命安怎来活出亲像耶稣基督的款式。每一个人所做的都要按照我们自己所做的好或坏来报应，来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督台前的这个审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工作、生命的功课，是需要学习更多的操练，我们如何把我们生命的那个主权交给主。在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在彼得前书第4章第17节谈到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那些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什么？从上帝的家起手。不要想说，我们基督徒时常在看那一些不信的人，我们时常在看那些不信的，他们没有信主，他们怎么样？我们何尝多一点去思考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你自己有没有做好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样式？有喜乐啊，有活泼，有见证，而且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虽然牧师时常在谈这些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的生命跟主是息息相关的。抱歉。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的圣经节，我们可以了解到，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在耶稣在谈的是一个不义的人，信主的人跟不信的人，在生命当中，上帝如何来做一些分别。从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32节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在古时候巴勒斯坦，其实在该地区，他们实际上这些牧羊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牧羊人，他们白天会把绵羊和山羊，然后把它合起来，一起在做放牧的工作。
但是呢，他们晚上就会把这个山羊把它跟绵羊做分开，并且呢，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会为什么要让他们分开？因为绵羊它本身个性比较温，能够较温顺啊哈，比较不会有那种暴躁。但是山羊呢本身呢，它就是凶狠好斗的一种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耶稣在做一个重要的比喻，也就是说，万民都要聚集前在他的面前，我们都要做审判。好，其实圣经里面万民在原文的意思叫外邦人，或者是列国的百姓。好，不是只有上帝，其实从耶稣从这篇这个故事里面呢，他在做的比喻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招聚所有这些不信的人、不信的外邦人，到他的荣耀的宝座面前来做审判，而且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的审判，当然也是会将人做一些分别好坏的这审判工作。那譬如说，我们从前半段25章的前半段，从第2节，耶稣做了一个这个5个愚昧的就是说愚拙的，跟5个聪明的这个童女就是说他们在预备新郎来。好，然后21节到23节也谈到这个5000跟2000的这个领到这个家主给他的钱，他怎么样去做运用，而且他如何忠心。然后主人就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所有的事情派给你来做管理，而且让你可以享受那天国与主人的那种福气。那26节他又谈到一个什么是又恶又懒的仆人，甚至这样的仆人他会被丢在黑暗里面，然后在那边咬牙切齿哭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圣经里面耶稣他从这一段他做了这一段今天我们所看的比喻里面，他其实是在谈论到他如何来做分别。也就是说，他要在从这些不信的人当中，即便是有信的人当中，他也要来做分别。圣经里面25章的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其实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指的就是说指这一些人你们蒙我的父亲所赐福的，你们是可以承受那地上的产业的福分，上帝所赐创造的福，也就是说在世上的福气，那不是属于属灵的、属天上的福气哦。要注意，他这里说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这是属于地上的产业。所以圣经里面他提到这一段里面，他谈到33节到33节、32、33到34，其实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山羊跟绵羊，为什么绵羊是放在右边？其实在古时他们会把这个右边的位置实际上是分别是一个比较尊贵的一个身份的位置，而且是比较有福气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里面说，假如一个温和一个善良的像绵羊一样的人，他会顺着本性来做事情，而且会懂得分辨是非，甚至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他会受到上帝的约束，他也愿意受管理跟牧养。那相对他的生命就是被上帝所赐福的。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这样的态度，那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是叫做绵羊。那什么是绵羊？我们从35节里面就看到了，耶稣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简单做个举例了这个我饿了，你们给我吃。那耶稣现在也不在我们身边，耶稣饿不饿，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好像我们也体会不到。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现在疫情所带给很多的教会，因为人数大家都在家里面观看直播，甚至呢就会想说，哇，这样子我今天也没有去教会了，我的奉献可以不用给了。
好，我的奉献可以不用再拿去教会了。可是你知道吗？很多的地方教会因为这个疫情，人因为经济也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人在困难当中，在经济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相信第一个会影响到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奉献的态度。圣经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其实上帝喜爱我们奉献的心意，感恩的心意。可是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非基督徒来说，他们可以懂这个道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有些时候也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他是真的有困难，可是你可能会认为他是诈骗集团你也不会愿意给你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金钱的帮助来帮助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多少人他有多么的需要，但是我们是否曾经用这样来帮助他？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耶稣他为什么提到这一段？他其实是在暗指犹太人跟信徒在未来的大灾难里面可能会遇到的。我觉得现在的环境我们已经慢慢在经历，可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好好去想？耶稣他继续说，37节，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见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义人就是好人好人他们在做好事他们通常都是不自觉不会察觉说自己在做好事。所以牧师真的要鼓励各位，重要是要告诉各位，假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助人，在你的心中你会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重视，你的奉献，那么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能就不会像我们今天耶稣所说的，义人所说的，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圣经里面38节说，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给你住，或是赤身裸体给你穿？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的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这个弟兄叫做信徒了。也就是说，这一些耶稣在做比喻，把这一个坐在弟兄当中的最小的身上，也就是说，把这个不信的人跟这个非基督徒，或者是说外邦人，如果可以坐在这个犹太人的身上，实际上当时候他们很多人是不喜欢犹太人的，可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要告诉他们，其实如果你们可以，即便这个人即使再怎么不好，但是你可以坐在这个小事情上面，那么你的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说，我们任何善待这个弟兄的行为我们要存着好像坐在主身上的态度，而不是指望弟兄的感恩跟回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都会希望别人回报我们，可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并不是真正有爱的，甚至感谢的，也不是真正主所喜悦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去计较一个小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显露出我们生命里面是多么的微小，而且那么的软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留意圣经节41节里面，王又要向那个左边的这个山羊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你们这被咒诅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被定罪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假如在我们生命我们是属于被定罪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来活出坐在那个最微小的事上。你以为你在做那个小事，坐在一个很重要的人身上，可实际上上帝并不喜悦。很多时候我们就跟外邦人不信的人一样，
41节里面他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受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其实我们要记得，我们如果像山羊那种个性，我们喜欢计较，我们喜欢批评，我们也喜欢做一件小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就会去计较说，哎呦，主啊，我做这些事情，我总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赞美，甚至也会期待别人的看重。可实际上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却是忽略了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在上帝的福分当中、恩典当中来过一个平安的生命。其实圣经里面他说，假如我们像山羊那样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像耶稣所说的，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也不来看我。其实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生命关系里面，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更多，学习把我们的生命敞开，学习把我们的生命学习，就像耶稣今天所做的比喻里面的义人跟恶人不同的比喻。而义人就像那绵羊一样，他做好事他不会自觉，他不知道，他也是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在你做客旅的时候给你住啊，你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你穿啊，你渴了我给你喝啊，你饿了我给你吃啊。其实他不会知道，因为他就是默默的在做。可是恶人呢，他所做的就很容易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给他的肯定，而且希望能够让人家知道。所以在世上，我们要知道世上人的原则，现在有很多人是反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嘛。好，那不做还不错，对不对？不做就不错啦，就不会发生错误啊。可是其实在我们的属灵原则里面，我们其实是该做的我们不做却怎样？却大错特错。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真的不要认为你不做，反正我尽量观察，时候还未到，所以呢，我尽量在主的面前再多一点祷告，多一点经历，多一点如何。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更多主动的参与，更多主动的去付上代价。其实在今天圣经里面提到，当这一些所谓的耶稣比喻的这个山羊，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要往这个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我觉得这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生命的重点。这一些进入那个永远的刑罚里面，我觉得是进入那个火湖里面。那简单来讲，我简单做现在人的比喻，叫做不信的义人。义人有没有不信的？有哦，他都做好事哦。但是他就是不信啊，他也不相信上帝啊，他做很多好事，他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就像是好事好人，可是他不相信。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当他的生命在他的亲人失去的时候，他很容易进入一个无法接受死亡、接受失去的那个生命状态。所以不信的义人，往往他们也一样可以进入永生，可是他们所期待的是进入永生，而不是真正的得着永生。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得着永活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我觉得基督徒可以进入永生，我觉得还不够。基督徒还要学习得到那个永活的生命。当你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相信你有办法去面对。你不会单纯只是我可以进入这间教会，我可以进入受洗的阶段，我可以进入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状态，来代表着我已经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 No， 这不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今天耶稣告诉我们的是要告诉我们，他有审判的权责、主权。当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不仅
要让他来掌权，也要让我们的生命真真实实的得着那永活的生命。期盼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所举的例子，从25章里面看到许多有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如何去真正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不是做一个愚蠢的人，而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态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好叫这个生命进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成为祝福，成为帮助。我们用一首诗歌，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因为上帝遐尼疼我，我要听你入我心。听伫咱身躯边志味随的人，当咱听伫伊的心情，就是听伫咱的主的心情。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活出真实、顶头生的生命，来祝福别人，也祝福咱家己的生命。心头